许，无关人等色看，色看。这长公主用这么大阵仗，又要干嘛呀？长公主荒淫无道，喜好美男，府内全是侍从。我估计啊，是看上了凉阴郡主的名夫了。听说那名夫容颜绝美，整个京都传遍了。我便是他们口中的名夫慕寒，但我还有另外一个必须深藏的名字——紫商王世子司义臣。3个月前，在我大婚的那晚，君上因忌惮紫商州的势力，特派长公主温言书连夜灭我紫商王府满门，将世子藏入暗道。为保住私事血脉，父王让师傅封了我的穴道，把我藏进了暗道。我躲过了这场杀戮，却也亲眼看着至亲一个一个的惨死在我眼前。镇北大将军王战与三王满门抄斩。那一夜，血红的帷幔被屠戮染成了黑色。为国戎边征战几10年，杀敌无数的紫商王府，尸横遍地，血流成河。直到那双践踏着我爹娘鲜血的脚出现在我面前，它像饿狼一样被浓烈的血腥味吸引着，肆无忌惮地玩弄着我爹娘的鲜血，那模样既沉醉又癫狂，也让我记住了那张此生无共戴天的脸。长公主温言书。下雪啦！下雪啦！拜见长公主。从紫商州来到京都，应召成为宗室走氏郡主的殉葬夫君。这教中人，我要了。是我能够接近仇人的最快途径。长公主，万万不可呀！这教中乃是凉阴郡主的名夫。滚开！温言书生性放荡，沉迷男色，痴迷于在各处搜集尸首。他果然来了，今晚就是我手刃仇人的最好时机。实属不吉呀！公主，你叫什么？慕寒。你现在是我的人。公主不可呀！死人的明教，哪有我公主府的嫡教坐着舒服？温言书，你很快会后悔今晚的决定。跪下！吞下去。脱。继续。这凉阴郡主的名夫，真如传闻中这般好看。西域男儿果然别有一番风情。来，替本公主宽衣。温言书，你杀我父母，灭我满门，我定让你血债血偿。
全动不了，这是……跪下，呈上来。身体怎么会不受控制呢？若不是本公主，你早就给那死人殉葬了，却还想杀我。长公主荒淫无道，天下人谁不想杀？方才给你喂的是尸灵花毒，只要我手中的梦碎骨链一响，你就只能听命于我。若是我死了，这尸灵花毒世间无人能解，要不了多久，毒就会蔓延到你全身。公主要想杀我，直接动手便是，何必大费周章？因为我喜欢。杀蛊之力乃世间最强大的力量，得此力者得天下。若想得此力量，需用千丝引注入煞蛊，用人的爱恨堕滋养，让其开出三生花。不知为何，他此前竟恨得想杀我。不过正合我意，恨之花由恨而生，他的恨倒是滋养此花的大好机会。你恨我，那你就恨吧。本宫就是喜欢看你对我恨之入骨的样子。不如让我看看你的恨究竟可以猛烈到什么程度。天下男儿都以做侍宠为耻，如果借此对他大肆羞辱，一定可以加剧他的恨意。本宫就喜欢训不可控之人，我会好好调教你的，好好享受吧。过来。在这里待着，别出声。阿叔，听闻你抢了凉阴郡主的冥夫，哥哥的消息当真灵通。你知道，我不喜欢你这么叫我。可我们名义上是兄妹，这一点永远也不会改变。阿叔，你身上的味道足以摧毁我的全部意志。闻到没有？什么东西？忘了，这是我们常用的迷魂香。怎么了，阿叔？你从来都不会这般对我，难道是因为踏上了人吗？不是，是我这几天来鬼水了，不方便罢了。怎么好端端的提前了？需要我去找御医吗？不需要，休息几日便好了。你快走吧，被人发现就糟了。公主，你不是说要做不可控之事吗？你。
陈王后，你该走了。带我去瑶池。失灵花毒仅他可见，如此还不能杀他。不过倒是可以先取得他的信任，以此接近，并斩杀那昏君。想解这崔琴仙，光靠药池是不够的，唯有一个办法。他好像并不想与我们有肌肤之亲。不行，如果我今天能为他解毒，便是获取他信任的绝佳机会。所幸之事，虽绝非我所愿，但比起灭门之仇，实在算不得什么。长公主向我以心肠毒辣著称，今日怎么扑上此毒？你的血，知道的越少，我的越久。他的血竟能战胜异仙，他究竟藏有什么秘密？殿下，大事不好了！纪瑶郡主带人冲进公主府了。你有胆子抢冥夫，怎么没胆出来见我啊？这跪拜大礼，本宫收下。纪瑶郡主，快快免礼。把你抢的男人交出来！男人？这些都是本公主抢来的男人，不知纪瑶郡主说的是哪个？我说的当然是我姐姐的冥夫慕寒。慕寒？方才跟我玩累了，现在正在偏殿休息呢。你不知廉耻！放肆！区一个郡主，竟然敢如此同我说话，以下犯上，该当何罪？严叔，我跟你拼了！纪瑶，凉阴郡主与纪瑶是孪生姐妹，如今早逝，纪瑶整日悲痛异常，无心冒犯海王姐姐恕罪。只是冥夫于情于理都应归还于人。既然跟来了，又何必藏着？出来吧。放心，就算是本公主府上的一条狗，别人也休想带走。纪瑶，这样的人间角色，给那已死之人，岂不是暴殄天物？倒不如留给在世的人享乐。你们说呢？来人，将这冥夫就地烧死，以安我姐姐的亡魂！本宫的地盘，谁敢撒野？就你也配？你抱我。慢走，不送。温言叔，你给我等着！哼！这个严叔，抢什么人不好，非得去抢凉阴郡主的冥夫，惹得朝臣联名上奏。
君上若不严惩，只怕难平人心呢。臣妾失言。见过父皇。舒儿来了。君后。哼，刚才君后说的话我都听见了。父皇，您还不了解我？好不容易遇见一个喜欢的，一时情难自禁嘛。您不是心心念念盼着有个外孙呢？父皇信你，那你就将功补过，再找一个生辰八字适配的冥符，给元父送去。谢父皇。另外，你让那个贺川把穆寒押来，按照冥符私讨处置，贬奴籍，行默刑，也算是给袁家一个交代。你个贱奴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你这么做，是怕我抢了你的位置吧？杀我只会得罪你的靠山，你敢吗？我来。按照灵昭律法，默刑当在囚犯脸上刺字。本公主想刺哪儿，便刺哪儿。记住这种感觉，这才只是个开始。的确是刚刚开始。这就是长公主抢来的冥符啊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带出来游街！哎呀，如此行径，真是有伤风化。君上对长公主极其宠，已将这冥符赏给她，而且还纵容她养侍宠。这有什么呀？哎，我说，这长公主的侍宠，可不都是君上赏的？毫无反应。难道我这样羞辱她？都激发不出他的恨意。阿叔，你瞧瞧，我给你带了些什么？这是逍遥粉，无色无味，可让人内力尽失，暴毙而亡，让人查不出原因。还有这个赤血玛瑙玉镯，我命人千辛万苦从朱颜国寻来，其颜色纯正，就像新鲜的血液一般。
马总，我不喜欢这个颜色。开什么玩笑！我记得你最喜欢红色。那夜在紫商王府尸横遍野，你对血液痴迷的样子，当真别有一番风情。不好了！君上以谋逆之罪，派暗影卫拿着圣旨杀进来了。死伤叛变，开了城门。师父，佛。紫商王夫妇贤名远扬，人人称赞，怎么可能谋反？怕不是那君上……嘘，你不要命了？有朝一日，我会让你们付出应有的代价。千丝隐有异动，莫非？千丝隐有异动，莫非？阿叔，是你？姐姐派人送来的药很管用。你来就只是为了道谢？干什么？放下去！谢谢，姐姐。姐姐，不客气。阿叔，你为何对他做这样的动作？这可是你我之间才有的亲昵。从前我喜欢红色，现在不喜欢。从前我对你做这个动作，现在也可以对别人做。人都是善变的，你说对吗，哥哥？姐姐，夜深了，该歇歇了。你先回去。千丝影刚才有异动，难道是什么激发了他的恨意？那夜在紫商王府尸横遍野，你对血液痴迷的样子，当真别有一番风情。恨之花为何会在此时开？罢，总归是个好的开始。接下来我该受爱之王。爹爹，待我收起三生花，定会为你们报仇雪恨。君上，您要的人来了。宣进来。是。宣。子墨参见君上。以后
你就贴身保护长公主。她若有了身孕，务必第一时间来报。遵命。朕的帝王宝座，全是靠至今的鲜血堆砌而成。你说，神明会怪罪我吗？君上是天命，与神同生。说说吧，你们为何钟情于我？当初公主在教坊司为我豪掷千金之事，我便对公主暗许芳心。公主为我买下上衣局所有实心的衣衫之时，我便决定一生一世都要追随公主。公主送我琴棋书画，让我在府邸潜心学习。这世间，除却公主之外，再无人知道。公主的美貌，天下无人能及，第一眼便叫我终身难忘。不过，公主只是把我们养在府中，却不曾宠幸我们，却整日让那个姿色平平的慕寒服侍你。公主，我出去。问题问完了，你们可以走了。慕寒，我会让你爱上我的。这些都是本公主赏你的，以后你就住在这间房间。公主为何要赏我东西？本公主心情好，有问题吗？公主真如传闻中所言，极尽奢靡啊。这些金银财宝，有你喜欢的吗？那琴棋书画、玉石文玩，在下都不行。公主不必费心了。寻常百姓家出来的孩子，面对这些宝贝怎会如此淡定？还是……等下来我寝殿。公主叫我来，何事？过来。此时此刻，你在想什么？公主以为呢？姐姐，把手给我。原来你好这一口啊！可是，我不想。你的侍从那么多，最好的当然要留到最后。你，哥哥。还真会挑时间。阿叔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姐姐，你去哪儿啊？该买的最好的吧。
阿叔，我知道你喜欢朱延国的糕点，得知这家酒楼的厨子就是朱延国之人，便连人带楼一起买下来，送给你。哥哥，今日我随你来，是想和你说清楚，往后你不必这般对我费心思。阿叔，那夜你将我拉入无尽地狱，又可曾想过伦常？你我从前是从前，往后是往后。阿叔，你为何会变成这样？难道你对慕寒上了心？这不关你的事。阿叔，对不起，我不该休你。无论你的心在哪儿，我都会替你找回来，好不好？这孽缘便断了吧。孽缘也是缘，你我此生不断。再来壶好的。我们看一下这个。家孩子呀，你爱吃哪家糕点？给我买点回去。那老板，我们家这个。这妖魔抢我姐姐的名夫，看我怎么收拾他！哎，寥寥世间，万千挂念，多少如愿。问了千遍，谁在撰写你我夙愿？睁开双眼，你的笑颜似水流年。沧海桑田，愿余生可与你长相恋。不惧风也愿你我之间，世间欢随遍。若能如愿，你我之间，有缘当终点。面对的深渊，你我之间，何惧这光源？终一天，沧海不变，容我再不提你笑颜。睁开双眼，你的笑颜